運動員同埋而家嘅運動會有啲咩分別咧？同埋有啲咩感受？其實分別我就覺得唔大嘅。咁原因點解咧？我覺得我哋每一次見到同學仔喺運動場上邊咧，都好搏命嘅。係啦，咁就我覺得我哋同學仔都好盡力啦，同埋啲成績都係好好嘅。但係咧，如果真係講即係有啲嘅分別咧，我諗就係我哋而家即係我哋嘅老師啊等等咧，對學生喺嗰個運動比賽上邊咧個要求個安全要求會更加高咗咯。以前可能係即係冇咁即係捉到話或者呢啲要注意，嗰啲要注意多啲，但係而家咧就特別講嘅就係我哋喺每一個嘅比賽入邊要注意嗰個安全。競賽其實重要就係安全。你覺得運動會同以前有啲咩唔同？基本上我感覺到都大同小異，咩唔同。不過今年我感覺到參與嘅同學越嚟越多，同埋大家係好全情嘅投入啊！要講起可能今年因為10週年啦，大家想搏進無悔大家嘅係一個青春，大家參與啦。咁你作為香港考生，即係舊生啦，咁你應該都嚟咗好多次深水埗運動會。咁你喺運動場入邊有冇啲咩好特別嘅回憶，或者令你覺得好感動嘅事情？感動係好多年前咧，有一年60週年校慶咧，就有一個叫做師生一齊嘅跑步啊，大家一齊有個起步。今年你哋中6有個 Unit 1啊嘛，咁啊，所以今年就恢復翻咯，就係有啲意思一齊跑下啦，叫做。有冇見校長今朝喺度行下？叫今朝未開始7點幾嗰度行咗陣咁係啦。咁啊，如果有條件有多啲一齊行下咯，一齊跑下步，參與下咯。類似師生接力咁樣。純粹係咁行嘅啫，即係都係有啲行有啲跑咁樣。總之就行完咁，係啦。咁啊有啲氣氛嘅。係。即係師生一齊啊嘛，叫做有啲意思嘅，即係大家一齊。喺個跑道度係嘛？大家都努力咁咯，幾有意思。出席過咁多次嘅運動會，你喺呢個回憶嗰度有啲咩？喺呢度有啲咩感覺或者回憶？呢個運動場我嚟過好多次，有時候好似今日咁樣風和日麗，但係亦都有啲時候咧，真係狂風暴雨。我都喺度俾雨淋過，但係我覺得我哋香港同學無論喺乜嘢天氣底下咧，大家都係盡力去拼搏。平時嗰啲鍛鍊磨練，即係喺今次咧嗰個競賽當中咧，就能夠充分顯現到出嚟。我希望我哋以後嘅同學能夠喺校運會裏邊。喺香港嘅競技運動當中，喺中國嘅競技運動裏邊咧，都能夠有更好嘅成績。仲可以仲有一個問題就係我哋你就嚟過好多場嘅運動會啦。咁咧你有冇即係以前嘅運動會同而家嘅運動會可能有啲乜嘢分別？之前嘅運動會，我記得當時咧係班同班之間嗰個競賽，即係每個班自己作為一個團體去計分。但係而家咧就有4個社，所以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大嘅唔公平。以前啲同學咧就為自己個班拼搏，去爭取勝利、爭取榮譽、爭取錦標。而家嘅同學咧，就係喺為自己個社去拼搏，呢個係一個好明顯嘅唔公平。作為一個學生參加陸運會嘅深刻嘅活動，咁可能比較特別應該係會見嗱，都係比較靜嘅。我就唔係嗰種好中意或者好擅長運動嘅人啦，所以好多時候我可能係我喺個社區度睇住拍。咁當時比較深刻嘅時候係我記得當時我作為初中學生，我見到其中一班嘅中國學生，佢哋係全班40個人一齊跑嗰個最長嘅嗰個拉長比賽，佢哋成班人加埋班長一齊陪住一齊跑嘅，所以當下我喺學校望到比較好特別咯。我有你覺得有信心可以跑贏邊個？有信心可以跑贏邊個？
我會有信心幫 5D 班一齊努力去爭勝嘅。跑得人專業。我跑開人專業上，我哋係同一個 team 嚟，所以我唔需要跑贏佢，我哋會一